中国大陆停电限电措施已波及约10个省。中国近来危机重重，不仅先面临金融市场的浪潮，现在还得面对南方的江苏、浙江、广东以及东北的辽宁等地陆续传出电力短缺的问题，且冲击持续扩大。有报道称，中国多个省份的停产可能会给全球科技和汽车供应链带来另一个冲击波。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约翰·欧瑟夫呼吁美国结束对中国在东德决散生产的太阳能产品的依赖。参议员约翰·欧瑟夫说：“我们现在必须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正如我们必须对奴隶劳动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严重依赖基于中国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的太阳能产品。”立陶宛国防部副部长说，在发现一家中国智能手机公司的奇景手机有审查功能后，国防部正在起草立法，禁止国家机构采购不可信的设备。此前，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报告称，小米手机已经为欧盟地区关闭该功能，但可以随时远程开启。突厥与国家合作委员会外长特别会议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阿富汗问题。突厥委员会成员国外长在会后宣布支持阿富汗的持久和平。美国乔拜登周一在白宫与摄像机镜头前接种了辉瑞 BioNTech 新冠疫苗的加强针。拜登在去年12月接种了第1剂疫苗，1月份接种了第2剂，因此他接种第3剂已经远远超过了中间相隔6个月的门槛。土克曼斯坦周一举行了庆祝独立30年的军事阅兵式，节日的主要事件是军事阅兵，首次在阿什哈巴德市中心的总统官邸旁科佩特山山脚下举行。土克曼斯坦总统隆重地在这里为新政府讲台揭幕。在阅兵式开始时，被骑着阿拉哈塔克马的骑手围着，乘坐敞篷车的总统围绕着土克曼斯坦各兵种的军人队列行驶了一圈。由于科索沃禁止使用塞尔维亚车牌的车辆入境，引发当地赛义愤而堵住边界关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昨天在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交界的边界关卡附近加强巡逻，塞国政府的喷射机则在交界上空飞行。塞尔维亚军队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